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另一設計。今次我哋要介紹嘅係啟欣苑380尺嘅單位，咁我哋會做一個兩房嘅單位設計。首先睇睇平面圖啦。由於新居屋提供嘅間隔限制，我哋保留咗原有嘅廚廁間隔，冇進行改動嘅。咁單位設計成兩房啦，右上角係主人房嘅位置，而入門左手邊就係另一間睡房嘅位啦。跟住我哋嚟睇睇效果圖啦。整體設計以簡約木色為主。大門位置望向廚房嘅方向，左手邊係浴室嘅門口，正對我哋嘅係廚房門，咁做咗一個磨砂玻璃嘅效果。喺大門嘅右手邊呢，係一個多功能嘅櫃，可以作為鞋櫃或者儲物櫃去使用啦。同時電箱亦都係隱藏喺入邊嘅。咁嚟到大門左手邊嘅位置，有一個入門嘅鞋櫃，中間設有中空位，方便放置出入門物品，而旁邊就係睡房嘅房門啦。嚟到我哋客飯廳嘅位置，客廳我哋設有電視機嘅地櫃，喺地櫃旁邊就係我哋睡房嘅房門啦。咁喺飯廳位置，我哋設有一個全高嘅高櫃，咁提供儲物空間之餘呢，亦都係分隔睡房嘅一個間隔櫃嚟嘅。咁喺櫃嘅上方呢，我哋設有咗透氣窿啦，咁可以提升翻睡房同客飯廳嘅通風嘅效果。咁嚟到我哋廚房嘅位置啦。咁由於我哋間隔冇做更改啦，咁其實都係沿用翻原有嘅廚房間隔。咁喺廚房入邊咧就做一個 L 型嘅吊地櫃啦，洗衣機就放置咗喺櫥櫃嘅下方，而櫃嘅顏色咧就採用咗木色同埋淺色嘅米色去做嘅，咁令到空間唔會過於壓迫。最後就嚟到我哋浴室位置啦。咁雖然浴室冇改動間隔啦，咁但係佈局都經過調整嘅。咁我哋進入浴室啦，正對係洗手盆櫃。上方設有一個鏡櫃啦，旁邊就係坐廁，再過去就係企缸嘅位置。可以見到我哋企缸入邊呢，我哋有個矮嘅枕頭位啦，咁其實佢就用嚟包住一個坐廁嘅喉管嘅。咁呢個位置呢，可以放置沖涼嘅用品，亦都可以當作座位去使用嘅。咁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中意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另外都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啊，我哋更多嘅圖片都會更新喺 IG 上面嘅。多謝大家。